学长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回来。还叫我学长呢，咱都一家人啊。我以前可能做了一些伤害我们之间友谊的事情，很对不起。你这个道歉呢，我接受。谁让我娶了你妹妹，以后还要叫你声大哥呢。这一声大哥我受得起。对了，我这次回来还算及时吧？及时。后天这一战，我觉得不单是为了保住我们2家公司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为了捍卫我们中国品牌的尊严。没错，其实杰西卡并不了解华彩和完美，更不了解中国人。你这句话，童董也跟我说过一次。童董，童志行，他不是在监狱服刑吗？是的。其实这一次促成我们完美和华彩合作的人，就是他。哦，怪不得爸爸这么尊重这个对手。哎，有什么事情晚上再说吧。一朵的比赛快结束了，进去看吧。哎，小米啊，说句心里话，你真的不打算认祖归宗吗？爸爸真的很想认回你这个儿子，啊。顺其自然吧。5分，又一个5分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厨神争霸赛的终局之战，由2马私房菜的一朵主厨迎战正宗2马私房菜的杨洋主厨。现场的评委已经打出了分数，他们为正宗2马私房菜的杨洋主厨打出的是满分。是我在梁妈的菜谱上加上我自己的一点创意。我可以尝尝吗？下面请评委老师为一朵主厨打分。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今天我们的厨神争霸赛迎来了一个史上的奇迹，那就是现场的评委为2位选手都打出了5分的满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终极系列赛可以说难分胜负。我宣布，一朵主厨和杨洋主厨达成了平局。真的，我有话要说。一朵主厨，刚才您亲自做的菜我已经品尝过了。虽然今天5位评委给我们相同的分数，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必要分出一个胜负吧。没错，今天的比赛不代表我们个人，所以必须分出胜负。你说吧，怎么比？好，我问你，
梁妈在世的时候，她的口号是什么？盘内1分钟，厨房10年功。那么我再请问，梁妈的餐馆有3种客人不接待，请问是哪3种？对老婆不好的不接待，对朋友不信任的不接待，对人不真诚的不接待。梁妈私房菜就是给客人回家的感觉，每一个员工对待客人就像家人一样。梁主厨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一直以来，我们的餐厅以正宗梁妈私房菜自称，其实正宗的梁妈私房菜就一家，后海16号那间餐馆，你才是梁妈的唯一传人。今天我吃了你亲手做的菜，你不光继承了梁妈的手艺，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创新。我虽然拥有你师傅的菜谱，但我始终无法领悟到梁妈的最高境界，那就是诚实。我认输了，对不起。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这个人会不会做事啊？我要赢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你真是疯了！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功劳全是你的，出了问题你就埋怨我。这个经纪人我不干了。以后你想做什么坏事，你自己一个人去做吧。你回来！是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坐在这儿不太合适。我们现在可能也不是朋友，说不定还是敌人呢。我知道，就因为我妈会联合别人对付完美和华彩，我作为她唯一的儿子，也不可能不管不顾。我不是要故意搞坏今天的气氛的，是你们感觉实在不太欢迎我。谁不欢迎你啊？我们都知道你是真心帮怡朵的。不过，周一那最后一战，你要选择当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？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考虑清楚。
陆向北，我真的是搞不懂，你在这个时候把贺子祥从美国拉回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杰西啊，咱俩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老同学，咱就明人不说暗话。你应该知道这场对决的风险性，所以，我劝你和你妈妈赶紧悬崖勒马。向北这次的决心很大，他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。你真的应该考虑站在哪边了。来，大家吃菜啊！康华、一念吃菜。嗯，好。酒少喝一点。今天我要谢谢大家到场为我加油打气。最主要我要感谢一个人。哎呀，应该的嘛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小马哥。倒酒。怎么是你啊？云云，别走。你在嘲笑我吗？向美哥走了，外公也走了，现在连张姐也要离开了。云云，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反省一下你自己的行为吗？我哪里做错了？你走吧，我不需要你们陪我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同情。云云，你要是连我都赶走了，恐怕没人来陪你了。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身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莹莹，莹莹，你还有我。你会留下来陪我？只要你愿意。你点了这么多东西，都是我爱吃的，那我不客气了，我吃了。好吃，你也吃啊。哎，不用送了，今天你是主人，回去陪他们吧。小马哥，我还是让我先说吧。你
你是个很好的女孩，但是我只能怪我自己从前错过了。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的。哎呀，像你这么好的男生，一定会遇到更合适你的女生的。我也知道，喜欢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好，所以我真心希望你获得幸福，祝福你。好了，你别喝了。一念，你倒是来说说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费了半天劲，他最后感谢的还是小马哥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你评评理啊！啊？那说明他把你当自己人啊！我就是要你评个理嘛！想评理，我给你机会啊！你们两个先聊啊。干嘛还不走啊？你还欠我一杯酒啊？不欠了，可以走了吧？我干嘛要走？你不是要回美国吗？干嘛还赖在这啊？而且，你不是说要来看我比赛？是，我是没看你比赛，我参加你比赛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我走啊？我偏不走。那你要待多久啊？1周还是1个月？你最后还不是要走？你就这么希望我走？好。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走。说什么呢？好啦，我不走啦，因为这里有个人喜欢我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还不承认？杰西，你别走啊，杰西！啊！这是谁录的音乐吗？哎，这谁录的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告诉我你喜欢我，我又喜欢你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就是绝配啊，对不对？谁跟你绝配啊？快给我，我要把它删了。删掉干嘛？我要一辈子留着它，这是我们爱的印记啊，对不对？给我！你要说你不承认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到网上。不行，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给我了，给我了！哎呀，你给我！这个吻代表我对你的爱，开心吗？那我以后不走了，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的陪你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不走了？当然啦，以后有你的地方就有我。喂，是我依依。叔叔。今天晚上我想跟你见个面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哦，好。
叔叔，是你把陆向北生病的消息告诉杰西卡的。哼哼，你知道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快别提一家人了，你那个爸爸都把我给气死了。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算什么一家人呢？那陆向北呢？陆向北他又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念旧情呢？我当然念旧情。我要是不念旧情，我能约你见面吗？你约我什么事啊？我得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20多年前的那场大火，知道放火的人是谁吗？谁啊？我手里有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证据，只要你给我1000万，我就把这证据交给你。那就是说，放火的人不是爸爸了？当然不是。那是谁啊？赶紧准备钱，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我给你提个醒儿，钱要是给晚了，这份证据很有可能就是别人的了。叔叔，你这是敲诈！叔叔说让我们准备好1000万，要不然他就把证据交给别人。这个童知晓，你们放心，我会说服叔叔，让他把证据交给我们的。只怕你二叔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满足的人。你是说他有可能把证据交给别人？而且他卖给的那个人，很有可能就是放火的真凶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只要知道他卖给谁，就知道真凶是谁了。向北，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人给查出来呢？陈太太，这有一封您的快件，谢谢。童知晓想把你纵火的证据卖给童一念，开价1000万。陆向北。喂，什么事？喂，mam妹啊，明天你有空吗？我们吃个饭吧，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明天再说吧。怎么是你啊？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走走吧。我没心情。走吧，别老待在家里了。
你瘦了。瘦点好，瘦点健康。你能来看爸爸，爸爸心里很高兴。我知道爸爸还在生我的气。傻丫头，哪有爸爸跟自己的女儿记仇的？以前是我错了，你做的对。爸爸，你在里面过得好不好？好，我过得很好，我每天按时睡觉，按时起床。我吃得香，睡得着，因为我表现好，他们让我在图书馆工作。我在图书馆能看书、写字，还能下棋。爸爸现在挺充实的。爸爸，我真的好恨我自己，我宁可在里面坐牢的那个人是我。别犯傻了，丫头。爸爸自己犯了错，就应该自己承担。爸爸现在想通了，我现在是谁都不恨。爸爸，完美的事您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一些。沈伯伯也来看过我，我知道你和向北一直在和杰西卡抗争。这个杰西卡胃口太大了，他会被撑着的。依依，爸爸现在明白，向北是真心的爱你。爸爸以前太自私了。爸爸，你别这么说，爸爸也是为了我好。爸，您放心，我和向北会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誓死保住完美的。依依，你真的长大了，爸爸相信你。只是你跟向北现在压力太大了，真的是难为你们了。爸爸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爸爸坐牢的这段时间，多亏了陆向北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早就支撑不下去了。所以爸爸，我想嫁给他，希望爸爸能成全。依依，爸爸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在一起会幸福，真的。谢谢爸爸。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接受意念就等于是接受幸福。
你不要老是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事情，嗯，一个小朋友，大人的事情别管那么多。我已经不小了，你别老把我当小孩。其实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问题。毕竟我们是亲兄弟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讲。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来啦！来，老人家，吃水果啊！哎，好，谢谢。爸，你吃一块西瓜。孟德啊，你和小娟已经离婚了，以后就不要这样称呼我了。不，爸，小娟虽然不在了，但是在我的心里啊，你永远是我的岳父。我呢，和慕莲已经商量好了，如果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搬过来住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爸，我求你让向北啊，认回我这个父亲。老爷子，我跟孟德只是想弥补这些年对您和向北的亏欠。哎呀，什么亏欠不亏欠啊？这些天我都想明白了，以前那都是我的错，我把自己的不如意都归咎到你们的身上了。我还指使向北向你们报仇呢。以后我们都要向前看。向北他只要愿意，他什么时候都可以住回来，都可以认你这个爸爸。孟德，你听，老爷子答应你认回儿子了。这太好了，我沈孟德就会堂堂正正的认这个儿子了。太好了，爸妈，你们终于可以认回大哥了。外公，如果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以后我和子祥还有康琪都是你的亲人。是，你太好了！哎呀，外公今天可真高兴啊！你得了这种病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明天跟杰西卡的决战上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拒绝移民。与其拖累他一辈子，我还不如让他早点忘记我。不过我现在挺满足的，多了一个弟弟，多了康华一个妹妹，还多了一整家子人，开心，真的。康琪啊，如果你还把我当做你大哥的话，那就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别把我的事情告诉爸他们。今天是我们一家团聚的日子，要开开心心的，不要让他们担心。小心啊！向北啊，你真的要走啊？是啊，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学长，明天辛苦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有空的时候我会跟外公多来看你们的。好。爸，走了。向北。你刚才叫我爸爸。儿子。
喂。喂，莹莹，我在酒店后门等你，你马上下来吧。哦，好的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找我干嘛？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上车再说吧。那个戒指呢？我扔了，反正也不属于我。你快点告诉我，那个戒指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还给向北哥。你疯了，沈康熙，在说什么呢？向北哥他，你的向北哥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他得了癌症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别胡说八道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他得了中耳癌。忍不住的泪水依旧不是真的。你真想满意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我不希望向北哥死啊！其实我真的不恨他。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？我真的不恨你啊！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。一面。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，我答应过要等你的，我就会一直等啊。对了，今天我见爸爸了，他同意我们在一起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这就是证明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，什
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